美聯樓價指數最新報140.86，按周微升0.1%，升幅收窄。若果以3區劃分，美聯港島樓價指數最新報147.25，按周跌0.45%。九龍樓價指數最新報147.51，按周微升0.01%。新界樓價指數最新報127.99，按周升0.34%。至於美聯信心指數最新報82.3，按周跌0.6%。中東局勢持續緊張，信心指數連跌2星期，不過樓市氣氛仍然熾熱，新盤銷情理想。信心指數已經連續7星期維持喺80點以上嘅高水平，創逾7年來最長，反映業主持續睇好後市。喺全港3區之中，減價盤比率最多嘅3個區份，分別係天水圍、荃灣、沙田。若果以單位面積劃分，減價盤比率最多嘅係實用面積約1722平方尺或以上嘅單位，其次係實用面積約431至約752平方尺嘅單位，